南投县文化局9月到11月有举办剧场艺术季的活动哦，邀请咱国内团队演出，佮有工作坊甲志工培训的课程。那么先做伙来欣赏一场北管文武场结合布袋戏的演出。南投县的上祖金北管江中实验团演出《西游记》北界拍好这个戏出，是咧讲登山宗师徒去西天取经，到黄风岭煞拄着火怪攻击，似乎嘛互人掠去。剧团用古早戏边影传统细线的布袋戏红仔，搭配北管演出，真无共款。南投剧场艺术季9月起稿。5场剧场演出当中有2场是免费入场，包括上祖金北管江中实验团1场表演。演出呢，全部拢是用古早的彩楼吼、茶饼啊，现场讲出现场演现场演奏。南投县文化局表示，剧场艺术季除了有戏剧、音乐、舞蹈表演，嘛有7场工作坊，也会为偏向学生办剧场体验课程。另外，嘛有演艺厅志工培训课程。和平众接近甲熟悉剧场文化，偏乡学校的孩子来进这个工作坊之后，然后看后台的一个表演，看这个怎么剧场是怎么运作。和国内的都会区的艺术活动比起来，南投县剧场表演的量是少真济。南投县府希望透过剧场艺术季，让南投乡亲看艺术表演，嘛感受剧场文化迷人的所在。记者辛怡南投报道。